我同大家分享下，我係點樣撈我啲仔我個女，平時係點樣相處嘅喎。我覺得好多啲父母啊，特別啲媽媽啊，非常喺到一教仔女當中嘅話呢，係非常之影響最大嘅。如果你平時啊阿把嘴揀出來個咪有重量咪有黃金量個，你就揞實佢。俾時間係嘛，係咯，你扯到龍手機。嗱冇嘅話呢，你就係壓開隻嘴同你冇龍手機啊，睇睇書啊，去冇玩咁多啊，冇龍遊戲啊。你揞實啲嘴得嘛，冇講啲話得嘛，冇使壓開就你講佢又馬會聽，夜晚有任何用？你只有係乜嘢啊？只有就係你將佢一日個需要做嘅嘢，你講俾佢聽，俾時間。佢現時係讀小學個，那麼你就要揾小學個同步教材好資料俾佢，那麼你就是俾到佢要，你咪可能咁俾一揼佢啱開始，你肯定俾啲。哪怕啱開始你要去練啊啲字，你就係、我哪怕半年，我就係教佢啊幾隻字，我就係我要你完成嘅就係嗰啲習慣，你就係要佢我要到今日8點鐘之前交上俾我有更多啊就 OK 嘅。至於其他時間，你冇使理咁多得嘛，慢慢養成佢一隻好簡單嘅日常習慣練。覺得可以嘅，再增加科目上去。你冇講我揸啊，晚聽咯，你揸幾多日？有咪有坐喺身上嘅話，你花半年1年時間去矯正佢硬係晚上擦眼嗰隻行為，你有咪有？咪有啊！好多人呢啊，吃飽就約呢個閪個去出去吃奶茶啦，你傾是非。冇 A 呢個生龍生仔生女係屬於一隻投資，在投資個角度嚟講，你現時去培養係任何一樣都係未來會回報俾你噶。佢過得好，以後你就算過得好，佢媽過得好，你亦媽過得好，明白嗎？所以講好簡單噶，你只要俾到佢要明確嗰樣去俾會我去監督。加2加2樣，慢慢嗰樣去，全部將嗰啲所有個科目嘅話呢，就開始樣樣加上去，佢就每日到點你就加上來。我2隻都係咁嘅樣。只要佢分數，佢如果將嗰啲已經完成嚟個，買緊頂尖，也咪會幾差，普普通通也 OK。